小子，有人！兄弟，停下来，兄弟！爸，你怎么了？快快把我扶起来！妈，摔哪儿了吗？摔哪儿了？快打电话去！对。爸，摔哪儿了？是疼了吗？没事吧？说我哪疼？喂，你好，120吧？哎，我们家有个老人被摔了，有个老人摔了。哪疼了？往前面，又过来了！快快！轻点！快让开！哎，你到医院来电话啊！知道，快来！爸，坚持一会儿就到了啊！别着急啊，莫妮，没事。大夫，他没事吧？至少会有轻微的脑震荡。你跟母亲办手续吧。二哥，莫妮，过来。洪水怎么样了？还在里面呢，怎么办呀？别担心，我来的时候已经打过电话了，给孟叔找到最好的医生啊。谢谢。我有时候真觉得，你们俩是上天派来帮我的。不是吧？应该是一鸣派过来的吧？对呀，我也是。是啊，他让你俩照顾我，可他知道吗？我真正需要的是什么？他当然知道。他出去就是为了给你更好的一切。这些道理我都知道，我都懂。可特别是这种时候，我只希望他能陪在我身边，就够了。一鸣，干嘛呀？躺着别动，别动。头疼不疼啊？喝不喝水啊？红姐啊，睡多久了？ 4、5个小时吧。
手机？嗯。哦。饿不饿？我去给你买点粥，然后吃完粥呢，把药吃了，好不好？啊。你别乱动啊，我很快就回来。燕儿，怎么了？怎么打那么多个电话？找我有事啊？现在没事了。是不是家里出什么事儿了？你怎么不说话啊？别让我担心好不好？燕儿，我跟老大说。老大，没什么事儿。我摔着了，然后给梦婷吓坏了，就给你打，现在没事了。小子，去医院看看没啊？看了，放心吧。行，好吧。这件事啊，先别让刘云知道，免得他担心。放心吧。妮儿，这毛巾拿哪条啊？啊，你就拿这条吧。那我2条都拿着吧。行。对了，妮儿，孟叔现在住院了，我在这儿住着吧，不太方便。下午我找好房子，这2天就搬出去了啊。你就别给我添事儿了，行不行？最近因为我爸的事儿，没工夫理你。你呀，就安心的在这儿住着，等我爸出院以后，我不是还得让你帮我照顾他吗？也行。最近你跟一鸣联系多吗？不多啊，怎么了？这段时间他挺少打电话的，给他打他也听不到，回过来也就急急忙忙说几句就挂了。我总觉得他有什么事儿瞒着我。能有什么事儿啊？老大在拍戏工作，漏接电话太正常了，别瞎想啊。我知道，我不是担心吗？本来这段时间还想去看看他，可我爸住院了，也去不成了。哎，你待会儿把那个水果都带着啊。